这是海洋之声广播电台1506.25千赫。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即马所收听的是《真无聊时间》，我是陈豆酥。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晚安！真久无伫空中甲大家开讲啊！日子过了真紧。炎天赤日的热人嘛已经过入秋啊，秋天就要开始啊，大家爱注意气候的多变化哦。今仔日咱要来小解一首歌，叫做《美丽岛》。这首歌伫咱台湾民主化过程扮演着真重要的角色。伊是为陈秀喜伫1973年发表的台湾这首诗改编过来。当年伫大学校园风行过一段时间，因为歌词描述有强烈的台湾意识，后来互国民党政府禁唱。想袂到这首歌消息40外冬了后，伫2016年的5月蔡英文总统就职典礼却阁活起来。美丽岛的歌声响遍总统府前的广场。这首歌见证咱台湾的民主历程。咱先来用华语读一遍1973年陈秀喜所写的《台湾》这首诗。陈秀喜，台湾，形如摇篮的华丽岛，是母亲的另一个永恒的怀抱。傲骨的祖先们正视着我们的脚步。摇篮曲的歌词是他们再三的叮咛：稻草、榕树、香蕉、玉兰花，飘逸着吸不尽的奶香。海峡的波浪冲来多高，台风旋来多强烈。切勿忘记诚恳的叮咛，只要我们的脚步整齐，摇篮是坚固的，摇篮是永恒的。谁不爱恋母亲留给我们的摇篮？尾啊，这首诗转予梁景芳改写做歌词，李尚德谱曲。用华语的方式来演唱，伫校园风行，一直到互政府禁唱。毋过呢，华语伫台湾是统治者的强势语言，有真侪人无介意伊。就安尼，就由郑国忠牧师甲陈义林牧师因向年读新学院的时，甲这首歌改写做台语版。唱起来，就互人感觉加真亲切，嘛较会互感动哦。无，咱即句就来听由双连教会台北囡仔台语夏令营小朋友来演唱这首台语版的《美丽岛》。
听完这首歌，歌词的第一句，请咱大汉的美丽岛的请，就是拥有栽培意思。人讲头抵台湾天，脚踏台湾地，咱拢是食台湾米，啉台湾水大汉的汉子仔囝。台湾民主化过程，伫1979年12月初10的国际人权日，发生过不幸的高雄美丽岛事件，所以歌词写着苦难的美丽岛。佮因为陈国忠牧师甲陈义仁牧师因信上帝，所以歌词有祖先开垦上帝赏赐。也若毋是基督徒的人，有人改写做祖先开垦上天赏赐。其实上天就是上帝。毋过，佮另外有一句的歌词，这泥水的乡土是咱所有。内底讲的乡土，伫即句的时代已经无共咯。咱追求的台湾是国家的概念，所以应该甲乡土改做国土，就是这泥水的国土是咱所有。今仔日分享这首美丽岛，互大家熟悉。优美的旋律，亲切的歌词，望会当互恁有一个水水的大美梦。我亲爱听众朋友，大家再会咯！期待后回空中再相会，大家再会。